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7月2号在家会主要分享的是基督徒的真自由。我们要读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到11章的第1节。先来看今天的金句。有人说，我们有自由做任何事，这话不错，然而并不是每一件事都有益处。我们有自由做任何事，然而并不是每一件事都会帮助人。10章的23节。这段经文的摘要，信仰如何实际应用在生活当中，要为别人的益处而努力。其实万物都是上帝所造，在不信之人的宴席当中，也可以坦然来吃喝。那如果为了别人良心，我们宁可不吃，或吃或喝，其实为了要荣耀神和造就人，基督就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榜样。所以说，民以食为天，人为每一天要吃什么穿什么而费心。特别在疫情的期间，大家都期待在家里，有时候自己煮腻的就叫 Uber Eats 来外送，可以选择不同的商店美食。在上一段的经文提到，信徒避免公开的宴席，因为大家都是掺杂异教的仪式。若参加那宴席，就表明你承认异教的信仰。在第6章里面，保罗是注重信徒在犯罪的事上不能滥用自由。虽然我们有自由，但是要有规范，不能受到引诱而犯罪。所以他再次强调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保罗他用具体的例子来教导信徒对吃祭拜偶像的祭物该有的态度。当时拜偶像的人，所有的牲畜在宰杀之前都必须先献给神明，所以在市场贩售的肉品多半是祭拜过偶像的。所以保罗教导的原则是，所有的食物都是属于上帝所造之物，所以市面上贩售的都可以吃，不要受良心的控告。不管有没有拜过偶像都可以吃，因为偶像对那些食物并不能起任何的作用。偶像不能改变上帝所造之物的状况。当时请客的主人常常先把食物祭拜过偶像，然后才摆在席上请客。那保罗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。是否祭拜过偶像对食物，刚才说毫无作用，所以说你们如果愿意去，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。但若有人对你们说，这是献祭过的祭物呢，那就表示这个人有一种观念，以为信徒不应该吃祭拜偶像的东西。他的良心觉得偶像对食物会发生某种作用，那这人若存着这样的一个意念来告诉你，你就要因他的良心的缘故不吃。所以注意，不是为你自己的良心，而是为对方的良心。要因他而不吃，为别人而谨守，免得自己的见证受毁谤，也不给人说闲话的把柄。其实吃喝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哦。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上，我们所行的一切事，是不是先要看能不能荣耀上帝哦？那既然在行事要荣耀上帝，在吃喝的事上也必须荣耀上帝。凡亏缺神荣耀的事都是罪，都是我们不该做的。
所以在这边来做一个总结，这里提到3种状况：庙中的宴席有祭祀鬼神的成分，所以不宜参加；一般市场买的肉可以随意吃；一般家庭中的宴席，如果没有人特别声明与偶像有关，就可以吃；如果有人声明食物与拜偶像是有关联的，那就应该为在场的人内心的疑虑而不吃。我们来思想，如果有人请你吃拜拜，你应该如何行呢？你的行事是否以容神益人、引人归主为准则？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耶稣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所有的食物万物都是你所赏赐。我们感谢你，求你赐给我们智慧，在生活中一切所行的事物都能够以容神益人为准则，也帮助我们谨慎使用你所给我们的自由，成为你荣耀的见证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